喺台北市也嘅一級展期，我哋三下落去访问嘅係吴东西省份长线嘅台北市中长线眼口文站，柯批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阵子打选战一定是全台北市走透透哦。那加上您之前医生的身份，其实应该接触到蛮多客家乡亲。这段期间跟之前，您对客家有什么样特别的接触经验吗？其实你们都忘记了，我是新竹人呢。我那念国中的时候还好是新竹地，我念新竹中学的时候，我们同学有一半是客家人呢。哦。所以事实上我跟客家人的交往是在新竹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因为一大堆同学从桃竹苗来嘛，所以并不是说要选举才接触到客家人。我在我15岁的时候就有很多客家的同学。那台北的客家大概都是在比较特殊的场域，或者是公家机关、交通工具上，才可以听到看到客家比较明显。那如果您当选台北市长，您觉得台北市的客家政策还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发展？我倒觉得第一点是要先解决大战略的问题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谈这个多元文化，那么因为有客家文化，让它的整个文化更丰富、更有趣，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倒觉得，如果这样想的话，你知道我就是把它视为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这样就好了。那生活一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说你就知道它是我一部分，所以你会想要认识它，要了解它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对整个客家文化也许呢，我们要一个比较高度。什么叫高度呢？因为不管怎样在整个华人世界台湾还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地方。那我对于客家文化，你就不要认为它是台湾或是台北的客家文化，我们能把这客家文化变成整个华人世界的客家文化，也就变成一个叫客家文化之都了，你知道？事实上，我们有客家文化馆也有客家文化园区嘛，我就一直觉得它好像没有达到经济规模，也没有达到说我们刚才想的它是一个可以承担起一个这个华人世界客家文化之都的这个角色，所以我倒觉得客家文化园区它应当是一个 complex， 一个复合体，就是把这个展演文创啦、教育啦、媒体的功能全部是不是放在那里面？那这个要达到经济规模。我这一次去美国，你知道，我到纽约的时候，我还特别去问那个纽约文化局长，我问他说这个，我跟他讲说，客家语是不是对于保存客家文化非常重要？结果他跟我说很困难的，是可以努力保存的，但是他说那个很耗力气，而且很难成功，所以他说你应该要花多一点力气去保存文化跟宗教。他说这个比较根深蒂固，可以传得久，这个先巩固了再做语言。所以以前我一直以为说语言是 first priority 是最优先的。后来听那个纽约文化局长跟我讲，好像还有道理。所以我们应该想想看，你知道可以代表客家文化的东西有没有？我们如果在台北市让它发扬光大，义民济世嘛，对不对？很多客家的文物，它的特殊的服装啦，或者说它的，当然美浓纸伞，这个我小时候就很好玩的。像这种东西，如果他一直做一个客家人，他会对这种东西会有保存，会弄，那每个人觉得这个很好看，很有趣。这样的话，也许客家文化在整个我们台北社区里面，在台北市里面，会反而比较容易为了preserve，比较容易保存下来。除了客家政策以外台北市现在几乎我们说唯一战区，话题很多，但是其实民众听到政策的机会就很少了。那您在 YouTube 上其实有不定期会发表您的新政，大概现在好像有25个了。那如果说您要挑出1、2个，您觉得最能代表您就是比较希望是开放创新的政策的想象的话，您会举哪几个？很多了，我想。其实我倒觉得政策不要每次在想说那种大建设的什么10大建设，倒不叫。我倒觉得很 practical， 很务实那可以执行的。我倒如果问的话，那个统一挖补共同管购，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路平不是老百姓最抱怨最多的吗？可是解决方法8个字就解决：统一挖补共同管购。不管谁要挖马路，全部到台北市工务局统一登录，由工务局统一挖统一补。那挖的时候就把共同管购埋进去，以后就减少再挖的次数。像这个我倒觉得政策不见得要去讲那个什么10大建设讲一大堆，什么西区翻转的，讲一个很务实就是做得到的。
我发现您在很多的访谈当中啊，其实好像感觉得出，加上您之前医生的经历，您蛮重视 SOP 的。对啊。您觉得这个以前你医生的经验用在市政上，可以？那 SOP 是很重要的概念在哪里啊？按表操课，checklist 看起来很笨拙，其实它是很有效。我们叶克膜就这样成功的，因为没有 SOP， 你根本没办法改进，也没有办法品质保证。不然你说啊，这个台北市政府审查都更案花了7年半，你骂他很烂很烂，然后呢，你知道去哪里改？不知道。现在您受到的关注那么多，要处理的危机，跟您的想象有差别很大。坦白讲，我在台大当外科加病房主任或者管器官移植的，管外伤，管重症，管急诊，你在相对之下管政治轻松太多了。反而轻松吗？至少我们以前一个晚上被叫起来5次至少现在很少半夜被叫起来。然后我跟你讲，那个 CPI 你知道在 CPI。你有30秒钟决定要给他死掉，还是说我们要装叶克膜？好，30秒开始决定，因为你不能拖太久，太久就不用决定了。因为时间太久，他已经脑死了，你也不用做决定了。那种压力才大嘞。相对之下，我每次说我以前是绑铅带，你知道，现在练轻功要绑铅带，现在处理市政等于把铅带拿掉，太轻松太多了。其实您的个人特质非常的鲜明。您觉得您这次出来参选，除了说是政治素人，以外，您出来参选对台北市的选举，甚至对台湾选举，您觉得会有什么样子的作用或影响？这个就是所谓新三民主义嘛，庶民、乡民、公民。所以叫庶民，你知道，就是说，理论上政治是人民所共有啊。如果一个柯文哲都可以去从政的话，对很多人来讲，它是个鼓励。比如说，你不一定要去依附政党啦，要怎样的所以开始政治为人民所共有，就庶民主义嘛，对不对？乡民呢，这还蛮有意义的，这什么意思？你知道？我认为的在很早以前，我们人类是直接民主，可是后来雅典的时代是直接民主，后来到国家变大，它不可能一定要间接民主，所以出现政党政治代议政治。可是 Internet 的出现，网络的出现，我们又开始有能力去大力处理大海量资料，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是从一个间接民主，要再走回直接民主的过渡期。所以我也是乡民主义的代表，它代表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网络的出现。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太阳花事件没有太阳花学运，没有洪仲丘事件，今天不会有柯文哲。柯文哲是在这种新的网络技术出现以后才出现的新的政治人物所以庶民、乡民，他最后是公民。我倒觉得我们开始在讲开放政府、全民参与就是说。我们要把选民变成公民。以前就是我4年只有1天是选民嘛，在政治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在过程当中，你看看我们海选，就是说，我们办公室一半的人，我每次看一下说，我们办公室有一半是马路上捡来的，那种海选嘛，对不对？我们的竞选歌曲也是海选，就是或上网公告，请大家来投稿，做出来也有模有样。那竞选歌曲就。人家做1首，我们就可以有12首，而且有不同的面向所以这是改进。你看那我们开始选局处长，我们用遴选委员制度，不是市长一个人决定，有遴选委员会去向社会征才。所以我倒觉得慢慢这个庶民、乡民、公民它代表是一个政治重新为人民所共有。所以柯文哲当市长不是柯文哲当市长，是柯文哲把市长的权利拿回来，重新还给全体市民，这叫庶民主义。它这个乡民主义，它代表网络世界的出现产生的新的政治人物，它代表这公民主义，这个社会你知道从此政治为人民所开始真的共有，它开始有这种公民的活动、公民的意识。所以事实上这场选战在整个台湾的历史上，它不仅是在台湾历史上是首创，甚至可以在整个世界的政治史上，我们有一次开始可以跑到世界的前端去，所以它是有时代意义的。这个选举还是我相当确信，它改变了整个台湾的历史。好，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不会。